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千禧年時代威龍 Action Figure Minis 系列飛虎。當時 Cubic 公仔盛行，香港玩具公司都出，包括威龍。先睇睇封面啦，一邊係 Michael Chan， 另一邊係壞人 Turkey， 左右皆印有角色，背面飛虎圖案好靚。打開盒有好搞笑嘅插圖，並可一目了然玩具內容。兩個公仔樣板一樣，只係樣貌、頭髮、服裝及 gears 都唔同。將公仔八字腳放就好穩陣，手腳皆可動。頭部可轉，戴 mask 嘅時候先將頭髮掹起，然後插入。飛虎隊手槍可以插入個槍袋，但部分嘅架撐係裝假狗，例如刀仔啊、電筒啊都唔掹得㗎，仲有個膽夾都唔掹得。雖然略算跟風之作，不過當時呢啲飛虎小尺寸公仔市面冇出過。Cubic 出嘅係 SWAT SAS， 而 LEGO 雖然有出 Police 系列，但冇 SWAT 及戰爭，因為唔想暴力化。此外，本人收藏威龍1:6飛虎 figure，有機會同大家分享。